来看，前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地向法院申请解除禁见，到3月初10进前会当甲4个亲人面会。郭文地牵手单飞机，早起嘛去看守所，伊无对媒体讲话。外界是真关心，讲郭文地爸爸3月初10要出山，郭文地敢会当去送？不所冇回应。依受刑人及被告返家探视办法第5条第2项第1款之规定。 返家探视应于死者亡故日起至丧葬前2日，包含假日提出申请。丽姐，目前那个柯爸爸后事跟主席有讨论好了吗？今天会交申请书吗？目前柯文哲身体状况还好吗？因为郭文地腰去闪到单飞机，毛早酸痛的大步。郭文地身为郭美兰张家各个见面了后，嘛表示讲，郭文地希望讲会当参加家祭，申请书嘛已经写好了。民众党嘛表示讲，相关的文件已经有准备，会找时间来交付巴所。